马可福音第2章。几那日后，耶稣搁去迦百农，有消息传讲伊伫厝内，就有真侪人自即活来，煞拢无空位，连门口都无。耶稣对因伫讲道的时，有4个人跟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伊遐，因为人真侪，袂当跟到耶稣的面前。因就伫伊顶面的厝顶拆一空，互迄个半身不遂的人倒伫床铺累落去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你的罪赦免啦。”有几那个经学教师坐伫遐，心内底议论：这个人哪会安尼讲？伊咧亵渎上帝，除伊咧上帝以外，什么人会当赦罪？耶稣内心随时知影因安尼在议论，就对因讲：“是安怎恁心内底质问这个代志？对半身不遂的人讲，你的罪赦免啦；也是讲，起来，举你的床铺起来行，倒一项较简单。不过，我要互恁知，人子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”耶稣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我甲你讲，起来，举你的床铺，回去恁兜。”伊就起来，随时举伊的床铺，伫众人的面前行出去。众人拢大着惊，归应讲互上帝讲：“阮前甲呾毋捌看到即款代志。”耶稣过去加利利湖边，有一大群人来伊遐。伊就甲因教示。耶稣经过时，看到阿列菲的囝利未坐伫世关，就对伊讲：“来缀我。”利未就起来缀耶稣。后来耶稣伫利未的厝食饭，有真侪饱岁甲罪人，嘛甲耶稣以及伊的门徒做伙食饭，因为有真侪人伫缀耶稣，一寡法利赛派的经学教师看到耶稣甲罪人以及饱岁做伙食饭，就对伊的门徒讲：“是安怎？伊甲饱岁的以及罪人做伙食？”耶稣听到，就甲因讲：“健康的无需要医生，破病的才有需要。我毋是要来招义人，是要招罪人。”约翰的门徒甲法利赛派的人得禁食，有人来问耶稣：“约翰的门徒甲法利赛派的门徒禁食，是安怎你的门徒无禁食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新郎邀甲婚宴的人客做伙的时，人客减袂禁食，因邀甲新郎做伙的时袂禁食，日子得要到。新郎为互人对因中间掠去，迄日因就会禁食。无人用无救水的布去补旧衫，若安尼做，迄块新布会救离旧衫，颠倒破搁较大空。嘛无人将新酒入伫旧被地，若安尼做，新酒会甲被地逼破，酒流出来，被地嘛歹去。新酒应该入伫新被地。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对卖园经过，伊的门徒哪行哪跌未遂。法利赛派的人对耶稣讲：“你看，因是安怎伫安息日做律法禁止的代志？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敢毋捌读到大笔甲缀伊的人巴肚枵需要食米的时所做的代志？阿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，大笔入去上帝的殿，食献祭的饼，嘛互缀伊的人食。这款饼，祭司以外的人袂用伫食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，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创造，所以人子嘛是安息日的主。”